你睇下我喺大阪每個月使幾多錢？我就住喺大角町，一站難波，兩站心齋橋，交通超方便㗎。地鐵呢，每個月大概8000日元，20平米嘅 1K apartment 呢，月租44500，包埋水費。咁電費呢，就係2000幾到5000幾，gas 呢就1000幾到2000幾，視乎月份啦。WiFi 大概5000，手機就大概2000。我就成日煮飯嘅，好中意將個雪櫃塞到滿晒。咁每個月去超市呢，就大概使2-3萬啦。出街食飯或者外賣呢，每個星期2-3次都係使2-3萬左右啦。日本嗰啲護膚品呢，真係好平，全套護膚加面膜再加膠原蛋白粉同胎盤素呢，每個月都大概2萬啫。保健品都好平，Omega 3益生菌、維他命 A、B、C、D、E、Click Clack 加起嚟呢，每個月都係大概7000左右。我個游泳池會籍呢，就每個月大概1萬，每星期去浸一次溫泉，每次大概1000，每1-2個星期整骨一次，每次大概5000。做眼睫毛嗰度呢，就每次大概1萬，算係貴㗎啦，不過呢，就可以維持到好耐嘅。再加上其他嗰啲消遣娛樂呢，每個月大概使20幾到30萬日元左右啦。